好，来继续来看立委陈定辉。这个去年，和国民党相关的人士来指控，讲伊的博士论文涉嫌着抄袭。陈定辉当年来告对方，尾也是无起诉，即摆要选举啊，这件各方提出来溜。陈定辉讲，选举这个教就是黑白抹黑，伊讲伊清清白白，会当互大家公开来评论。每一次到了选举，就要打乌贼战，所有的一切，我们都是可受公平。提出防指控有抄袭争议的博士论文，立委陈定辉强调会当接受公平。无论是我6都的研究，或是我用 DBA 来研究我们的整个绩效，这个都是第一个案例，所以我要怎么抄？陈定辉面对这场司法的攻防战。2023年，国民党新北市议员林国春当时选立委的期间，甲时任国民党的副发言人，也就是现任基隆市府民政处长李庆伟，指控陈定辉博士论文涉嫌抄袭。陈定辉得个这两个人违反公职人员选举的罢免法和家当诽谤的罪嫌。落尾检方不起诉确定，伊嘛提起民事诉讼，要求这两个人连带赔偿160万。随着选举的脚步愈来愈晚，选举的攻防也备受关注。最需要改进的就是我们的国土安全韧性做电力水利，另外就是通信。立委林俊宪甲郭国文邀集3大通信业者开记者会。针对强化台湾的通信，提出检讨方案。应该要求他们这30辆也要能够提升为可以有低轨卫星的一个设备。我们才会要求经济部一定要在2个月提出我们所有相关的，包括电缆地下化，还有韧性电网相关的检讨。诉求是要俾豪宅区正做高岛。不过现场三部款同款关注通信救灾的陈定辉，当来想要选台南市长的对手是保守前顶。对于灾区通信告司法的攻防，民进党台南3区内外政局战火是愈烧愈美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